花市在地新闻，相信大家平安快乐。今仔日是新历的9月30，旧历的8月初9，礼拜二。后来新闻的头一条，继续来关心花莲马大安溪房山湖1楼，到目前知影有18人死亡。早起来举行着头七的法会，但是争议不断。馆长徐正伟到场了后，互批评，无先甲罹难者的家属来致意，敢讲是来摆拍作秀表演的。家属嘛真不满，讲意外发生进程，拢无接到特例的通知，嘛无预警性来撤村，讲这10外罹难者死假真冤枉。县长有没有到前面去祭拜过啊？哪里仪式啊？家属都在后面啊，我没感受到不到他有来过啊。做头一个法会，罹难者的家属开始真无欢喜。在这边，来，他来到底要干嘛的？好，前面摆拍就可以，是不是？馆长徐正辉到场，无先甲家属致意，互罹难者的家属真不满。老太太细汉后生想到迄天和妈妈才伫咧联络，过无几点钟就听到艰苦的消息。感觉没有收到任何通知啊！早上我打电话给我妈，我一开始打电话我就打电话给我妈了，然后她说她都不知道啊，结果下午我再打给她的时候，就接到了之后已经全部都是罹难了。他打那个完全没有他那个资讯了。我才刚办结婚而已啊，现在我要办白事啊，我要怎么办？意外现象发生，真遗憾，家属更加不满，无通知叫行撤村，人者无事无被过身。帮政府应该要强制提理才对啊。他们就没有做到这个，那10几个可以说很冤枉啊。后来呢，听大家在讲，才知道说，当时呢，村长他没有通知说要撤离。法会现场，馆长徐正辉目考红馆公在念这文，我就定会前宗教代表讲的教会嘛引起争议。最后除了爱用最时间复原，家属更加希望会当查明真相，知影教训，才能真正互罹难者行会开脚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